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暗安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黄平仁。最近有一件小小的代志，但是可能会影响咱台湾100年，也是讲到的夫妻离婚的代志。咱讲以后夫妻是必须因，因之心上呢是一个人看到吵架，表示有意外感情相连续。即摆离婚要讲有责任，嘛会使提起着来离言，讲互两边的家庭袂吵甲来庆宴。但是从此是毋是台湾离婚会搁较方便，会对亚洲第一往着世界冠军来挑战？今仔日好好来讨论。首先，小介现场的来宾，头一位是咱的老朋友，两性专家吴冠如吴老师。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第二位是咱护理、心理、商务干事，嘛是职业律师曾娇如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么第三位嘛是职业律师陈宏哲。各位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嗨。那么第四位是儿童福利联盟资深主任李慧娟。大家好。那么首先，咱就来关心，他说观众朋友可能还佫唔知影讲，这到底大法官来实现是实现了什么物件？也就是讲，夫妻关系当中，若是有人反背婚姻、犯错，或者是责任恰当的迄一个，那照现有的民法规定，是袂使诉请着离婚。不过，伫外口偷食的人认为这款制度是违反着婚姻自由，落尾来申请着释宪。3月24日，宪法法庭判决了后，限制犯错迄边袂使诉请离婚，甲宪法保障婚姻自由的本意是无符合的，爱要求相关的机构爱在2档之内来修法。红某斗阵久啊，问题愈来愈多，有律师处理离婚官司，当事人说是家己的大舅，因为是外口先有人3审上诉，最后依然是败诉定案。这个外遇，我是觉得也不是说一日所造成的，我觉得并不能说完全就真的可以归责于原告，这个真的很难去比较。官司拍袂赢，一直被驳回，因为民法105条7项但书规定，外口人离家等等犯错或者是责任恰当的一边，免向法院诉请离婚。不过，犯错人认为这是侵害宪法保障婚姻自由，就申请释宪。但书规定限制有责配偶请求裁判离婚，原则上与宪法第22条保障婚姻自由之意旨尚无违背。考虑人民法感情、婚姻有社会功能等理由，宪法法庭只是判决原则上合宪，只是若限制有一配偶伫出柜等重大事由发生了后，部分时间长短，一律不准诉请离婚，伤过严格，甲婚姻自由意志无符合，要求相关机关爱伫2日来修正，搁进一步限缩这项规定的适用对象。那限制规定本来95年这个决议把它扩张很大。但是呢，本判决把它缩到很小，只有一方，完全是有一方唯一有责的时候，才受这个但书的限制。万一婚姻破裂原因，红某双方拢有责任，无论比例什么人多什么人少，拢有权用诉请离婚。只有伫单一配偶有唯一责任的时阵，才会被禁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我相信观众朋友吼，可能在咱的观众内面吼，有离婚经验的人较少，吼。所以呢，无了解讲要诉请离婚的时阵，有一寡吼有诶无诶这个规定，也就是讲吼上重要，就是你若有犯错的人，你袂使提请到这个离婚。但是即马开了一个喙，讲以后呢，你有可能，但是根据的律师哦，等下来开讲的时阵讲吼，这是呢有限制条件的，所以咱来一直来讨论啊。另外吼，我首先来请教到吴老师，吴老师，你好，你有赞成讲，你犯错的人，你会当举手讲，我不爱这个婚姻，拜托的，互我离言。心内底咧想是应该会用的啦。安怎讲你知道？有的人伊虽然是
过去有犯错对吗？伊做唔对代志，敢若讲外遇有像杨小三安尼是，但是伊个家庭内底，因某都不爱互伊讲来讲去嘛。啊，倒伫面床顶啊，然后逐摆来讲啊，你家己唔过来，毋是我不爱互你啊，然后翁仔某都过袂落去啊，所以啊，这先生就讲我无爱即个婚姻啊，佮安尼10年5年，我哪有要准算无法度，所以伊会想要离婚啦，但是伊无迄个立场去要求讲，互我离婚，就是咱逐日咧讲的法律上的问题嘛，所以这就艰苦啊，所以我的意思讲，那有迄个经营实在是。可以有那个立场，还是要放他一马吧，爱互伊去啦。就是两个翁仔某中间，就家己好好来讲，啊，莫讲规个门拢讲袂落去，啊，再法官再甲你讲，你用你袂用你，迄就较慢啊啦。较慢啊。我希望就讲情理法，伫情的部分，咱都伫家庭内底用解决，但是即摆足侪家庭就是无法度解决。所以去甲法官去，所以是安尼生啦。就是婚姻的艰苦人，你照顾婚姻的艰苦，你有赞成讲啊，大家会当来诉请就离婚，唔通踮遐加滚啊，20-30档啊，现在吼，吴老师吼啊辅导足济吼，会足济即个 case 讲互咱听吼，到底是安怎即个情形？另外，我来请教着曾律师吼，即个涉嫌吼，你先讲互咱观众朋友来听吼，其实伊敢若讲到一种情形，就是讲你敢若一方有完全的责任，另外一方是完全无责任的。伊的意思，即摆是咧解释这种情形嘛？你讲互咱来听。是，咱知影，即摆是台湾啊，若要离婚，咱就要去证明讲对方是有过错的嘛。吼，譬如讲你有家庭的暴力，还是讲你甲外人安尼哥甜的关系，差不多是即款的代志，你才有法度去诉请离婚。问题是安尼法律就是造成足侪问题嘛。譬如讲有的人感情无啊。一定分开大几十年，但是因为咱这个法律咧，就经伫遮无法度离婚啦。吴老师讲，嘿，啊，即届咱大法官这个宪法诶判决有几个重点啦，吼，伊主要去讲，伊讲每一个人吼，咱每一个人民拢有婚姻的自由。那婚姻自由是啥？咱过去大家拢知，咱有结婚的自由嘛。不过大法官即届讲啊，最明显的，伊讲咱婚姻的自由，除了结婚的自由了，还有一个叫做离婚的自由。吼，离婚的自由，吼，咱过去大家拢知影讲，那结婚是自由嘛。毋过即马大法官讲，离婚嘛是自由。你是毋是有意愿伫咧这个婚姻内底？吼，那对大法官来讲啊，吼，这是个人的基本权，伊的自由安尼。吼，所以这个判决来了后，你就看伊使用的文字，吼，伊是讲唯一有过错的人无法度提离婚，这是合宪的。毋过大家去想看觅啊，咱一段婚姻内底，有迄唯一的情形到底是有偌济啦？一个段感情内底，一个人是100%的过错，另外一个是零，这个状况其实应该是真少啦。所以大法官这个判决落去了后，未来应该是咱台湾的有一个方向，迄个方向就是讲，希望讲感情无伫的这个婚姻然后咱爱往迄好善的方向去甲处理安尼。是。这我来请教着陈律师吼，其实咱也讲着讲，因为这是实际上有一个 case， 因为这个 case 吼，是家己的亲人，也是家己的阿姑，这阿姑吼，这犯唔对犯错，犯错了后，看到呢两边的这个亲戚朋友哦，伫法庭当中哦，咧比骂人比赛，变做骂人比赛。两边的家庭安尼累来累去，累来累去安尼吼，甚至家己的家庭内面有人徛在爸爸这边，有人徛在女方这边，有人徛在男方这边。所以伊才咧想讲，那袂当离婚啦吼。但是法官他都亲像他曾律师也讲，其实伊是咧讲完全无唔对，甲完全错各错在一方。但是咱过去。有些比大小，比你唔对较济，你唔对较少，这种情形可要安怎理解？所以以前其实法律无变过，伊70几年就定下啊。只是讲95年的时阵，最高法院法官去开会讨论的结果是讲，你若唔对较济的人，你袂当离婚。啊，毋过其实法律拢无变，所以大法官这个判决落来了后，影响较大，其实是。因为像拄啊庄律师讲的，你介少有，拢你唔对，我无唔对，这款状况真正介少啦。所以
较着看到是哦，可能查甫相动手好啊，做囡仔嘛动手嘛，甲囡仔讲啊，恁爸爸唔对。比如来讲啦，那即款情形以前伫法院会认为讲查甫的唔对，可能5成超过，你只要超过5成就好，唔管你是6成7成拢不要紧，你只要超过5成，法院就认为讲你袂当离婚。啊，毋过伫大法官即个判决了后，伊解说即个法条讲，你即个限制，我敢若限制讲完全唔对的人尔。所以法院以后应该啦，理论上应该会安尼做，就是讲虽然对咱用查甫唔对较侪当做激励啦吼，因为我查甫唔好讲人做囝较侪嘛，即等下人做较侪。不要紧，你讲我，你讲我。对。所以咱意思是讲，你查甫唔对较侪，做囝较少的即款状况，以后伫法院，即款嘛是会判离婚的。按照大法官的判决来讲啦，只是讲即款状况来判离婚，其实对目前法院在判的状况会介济以前不准的，可能会变成会准。所以你要怎调整？因为离婚毋是讲离婚尔嘛，搁后壁搁较侪代志爱处理的嘛。财产啊，财产的囡仔啊，对啊，包括抚养费啊，即款拢会讨论。对。是，所以啊，咱也邀请到这儿童福利联盟的主任吼，在你看到还是你辅导吼经手的这个 case 内面吼，离婚内面吼，这个囝儿是受到影响的比例有偌济啊？而且因为你的经验，你敢有赞成即摆大法官的这个释宪？其实吼，阮捌做过一个调查，就是问一寡爸爸妈妈离婚还是分居的囡仔，看因对经验爸爸妈妈分开这件代志，因的烦恼是啥物？啊，其实有67.9%的囡仔，伊讲因上烦恼的是毋知影刷落来会发生啥物代志，好，就是阮兜会变做啥物款，这是因上烦恼。第二关的部分就是超过60%是因会惊讲，我敢会变做无爸爸还是无妈妈的囡仔。好，第三关的部分嘛是差不多有超过60%的囡仔，因讲因上惊的是惊讲伊刷落来，伊就看袂到伊家己的兄弟姊妹，也是讲甲伊分开的迄个爸爸妈妈，甚至伊的一寡阿嬷啊、吼亲朋好友安尼，所以这是囡仔上烦恼的代志。啊，所以咱若用囡仔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代志，其实我是感觉讲，到底法院要安来判离婚，我感觉这是小事啦吼，其实更较重要是咱来看咱的法律的制度内底，咱到底安怎去维护囡仔的权利？其实事实上，咱台湾当年5万多对的迄个离婚的翁仔某内底，85%，85%，因其实毋是去法院离婚的，所以甲咱今仔讨论拢无关系。所以咱遮尔大部分的直接去户政事务所，伊就会当登记离婚的。对。我要讲的是，即阵的家庭内底，因有囡仔，因的囡仔到底有去好好啊处理什么监护权，还是咱讲的探视的这件代志，还是讲囡仔的迄个生活抚养费，其实因若无处理，伊照常会当去登记离婚。啊，所以变做即阵囡仔因的权利是无人伫替因看顾。啊，但是咱15%的迄个家庭，因是来法院内底离婚。因离婚的过程当中，只要甲囡仔有关系代志，法院拢爱依据儿童最佳利益这个原则，好来替囡仔做考虑。所以我会感觉讲，其实除了咱今仔讨论这个问题以外，咱的离婚制度内底，其实无对这个两愿离婚这阵的囡仔做更较好的安排甲规划。哦，所以我要先倒头来问吼，陈律师吼，咱敢有可能，咱在讲吼？法律无入家门啦，敢有通啊对着即个两关吼，两边拢同意合意离婚的即个家庭来介入讲啊，恁的即个囝儿是说即个抚养权甲即探视权，甲咱等等如此。其实目前的法律来讲，法院袂当管。目前法律来讲，法院袂当管。啊，毋过当然就像多来宾讲的，其实这个部分介大的部分就是你拢无讲，你拢无管，啊结果。爸爸妈妈去登记啊，囡仔也无登记讲要算啥物，要伊的名改断啦，阮就讲敢无权得啊，敢无权要算啥物人的？啊，你钱要安怎付？上重要的，其实阮是讲爸爸妈妈要看囡仔啦，啊，毋过即马的想法拢是，其实这是囡仔的权利，是我囡仔我想要看到阮爸，我想要看到阮母啊。
囡仔对爸爸妈妈看到这件代志，对伊来讲是介重要的，所以即马拢无，所以目前规定拢无，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法律确实是我认为有欠啦，应该甲补起来。我认为是有欠啦。当然有可能有的人认为讲，啊，这恁兜的代志你家己讲好就好，啊，毋过介侪人就是要讲好嘛，毋才会有遮侪迄就是讲袂准遮才会离言嘛吼。陈律师，你感觉？是啦，其实这个大法官嘛讲嘛，2年内底爱修法，吼，所以咱确实吼，头先讲的离婚其实毋是2个人的代志，恁2个人要讲要离婚去登记就会使，毋过你囡仔爱处理又好嘛，吼，你囡仔要安怎要甲啥物人大要安怎抚养，这拢爱讲好嘛，吼，所以大法官即摆嘛讲，你讲伊去讲你2年内底去修法，你爱去关心。一件代志就是讲，离婚了后，迄个较无责任的，吼，较弱势的，迄个配偶，吼，甲囡仔的生活的保障，吼，要安怎去周全，要安怎去甲配套，这是咱修法的重点。对，吴老师嘛讲到真侪 case。来，我讲一个例子哦，大家来请教大家啦吼，就讲即个因2个咧无欢喜的时阵，啊，阵啊分开2年啦，吼，2年吼，啊，这2年内底，伊这是较正面的例子哦，吼，就讲。翁仔某2个阵坐落来咧讲，啊，咱就无法度落去啊，吼，啊，都因为妈妈啦、婆婆啦，啊，你咧娶迄什么查某人啦，哎哟，哎哟，就逐工在咧哎哟，所以这太太都带袂落去啊嘛，啊，翁仔某都咧吵架嘛，啊，所以到时候就分居了嘛，分居2人之间好佳在，这个太太就诋毁。吼，伊有咧听我演讲吼，听到老师演讲，我先报一个报家己。啊，有咧演讲才知影讲，为着咱囡仔上介好的迄个管理，吼，咱着安怎做较好势。伊听到足侪建议了后，怎讲，请伊这可能未来的前夫吼，咱做阵来去听。咨商，去咨商啊，然后咧，那咧听的时阵讲，哦，原来是安尼做较好，就讲我已经有头路，吼，这查某人伊就想讲。我有头路啊！这个这翁嘛讲啊，我安尼我愿意等你一个，吼，等你等到是第2时，伊的后生吼，对安尼小学幼稚园大班吼，啊伊个等到小学2年级，啊这中间的这2、3年，因这太太阵啊会用去食头路啊，有咧趁钱咯，啊较有自信啊，安尼各个方面拢较正着啊的时阵，因2个才坐过来讲好，咱会用来分开啊。咱2个会用来分开啊，因为我心情嘛好势啊，你也好势啊，啊，咱大家好好来甲分开，啊，囡仔嘛较安啦吼，因为伊这中间已经安排着讲啊，1礼拜去你遐，1礼拜我遮吼，2个拢中间已经咧协调。囡仔有一个适应的过程。对，啊，阵啊，大家都讲好势啊，安尼啊，女方提出离婚啦，伊提出，变做女方家己提啊，这是大波甲讲参详一下，若讲你提出啊，我较有民主。吼，伊讲我靠民主啦，是你嘛吼，啊我靠民主，啊2个讲好势，啊因咧前婆婆，啊搁咧匹配叫讲，迄当初就甲你讲毋通娶，你就要娶，你看，即摆娶出来你要搁离的，啊你是安那咧侥幸哦安尼，甲骂来骂去就对啦，啊好佳在这2个有咧成长，所以我感觉讲这婚姻内底若讲还袂到法律的部分，若讲伫情理法，伫情的部分紧来。调整吼，啊，搁伫理的部分，大家来成长，吼啊，为家庭为大家好，啊，这个家在这个先生伊嘛，会晓想讲啊，安尼咱过去无咧栽培咱的太太吼，啊，即马既然要分开了，啊，互伊一条路，伊若较好势，囡仔嘛较好势，我嘛较好势，对不对？所以伊想通啊，所以这2个人就好好的离婚。吼，现在离婚也要有好好的离婚呢。唔拿好好做代志啊，好好啊离婚啊。吼，即我请教着大律师，即郑律师吼，他拄啊吴老师这个 case 内面吼，到底有过错的是倒一方啊？咱婚姻中其实做歹去讲过错到底是倒一方啦吼，我感觉是安尼，就是老师头先讲的就一个重点，就是讲婆婆啦，过错上对是迄个婆婆啦，毋是先生嘛，毋是太太，对啊，啊，就婆婆啊，就该啊，这会使诉请离婚。咱法律上是有一条，那是因为对方的这个亲人是会当，吼，啊，不过这就是过去咱离婚的问题嘛，就是讲。你着看2边的人吼，互相去比，看啥物人的过错较悬。本来有一点点啊感情的吼，去法院了后，感情一定拢无去啊。
好，感情一定拢无去啊，安尼。所以老师头先讲到一个重点啦，我感觉咱所有的翁仔某拢爱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讲婚姻是一个过程，一定有悬有低。咱若发现咱低的时阵吼，爱去对外去有一寡资源，爱去寻求帮忙。因为咱爱理解一件代志，咱大人无稳定的时阵，囡仔嘛是共款。囡仔一定会做无安全感的，爸爸妈妈伫冤家，囡仔就做无安全感。咱即摆有一寡智商的资源。甚至有一寡亲子的教育，对，吼，爱去甲人讲，咱面对情绪。上无我听过老师来演讲啊，嘿，无你就看，咱大人当冤家，吼啊，囡仔就变哪来目睹暴力，吼，目睹那个争吵的暴力，其实对囡仔来讲，是最凶的啦。咱来看到这个 case， 咱来看这吼，顶头遮有一个 case 吼，就是这个宪法内面咧设限的这个 case 吼，这个因为吼。查甫边这边吼讲吼，阮这个太太真迷信，吼，所以伊迷信了后，我才来外遇，吼，我找小三，吼，啊，这个太太呢，这个囡仔呢，在这个论过当中吼，认这个认祖爸母吼，讲吼袒护着这个老爸，啊，两个啊过2年，啊，所以双方面呢，才来骂来骂去，啊，伊佫找着因儿子啊来作证，啊，这个。女平呢，女方啊，就找到表小弟啦、表姑啦来做反驳，啊，这个两边啊愈来愈去，啊，才来提请着离婚。但是这毕竟吼，咱这个李主任嘛讲，这才15%，其他85%咱拢唔知伊到底是啥物情形。但是这个情形若是一开，是毋是以后因为有真济法律人？吼，你认为讲哇，那也可以安尼，这放开这潘多拉的盒子安尼，大家更较好离婚。所以咱一开始就讲，在以后离婚会更较容易，啊，而且有过错啊。因为啊，咱个观众朋友讲，咱台湾的这个离婚吼是采取到有责任、无责任的这个认定，但是有真济国家是有，你的这个婚姻有破裂无？那有破裂啊，咱这个华语叫做破绽啊，吼，有破裂了。有破裂才就会当来提请着离婚吼，但就是安怎来看？其实这就是咱咧讲，你到底你法这个国家，你到底要采对一款的，伊号做主义啦。我刚才这名该歹讲啦吼，原则就对啊。你到底要讲的是，你唔对的人袂当离婚，这叫做责任的原则，还是你要采的就是破芳啦？你这个婚姻只要有破芳，安尼。这个破房无法度补啊，安尼我就互你离婚。目前看起来，我感觉大法官的意思是讲，原则上你只要有破房的，我就互你离婚。除非你拢完全唔对，安尼原则上因为法律规定讲，敢若你唔对，就是讲这个破房敢若你造成的，查某造成的好啊，我都有讲，查某造成的，安尼你袂当离婚。毋过伫这个例外以外，伊搁开一个例外，什么例外？就是这个状况介久啊，安尼我互你。看伊家己去，即个案件家己去考虑，即个状况会当离婚无？伊毋是讲只要几年我都互你过，伊毋是安尼，伊只是讲，互你法院，互你迄个立法院去思考即个部分，你有拍算要安怎做无？只是我互你一个建议。所以你问讲，目前即摆即个状况，我家己是认为讲，即个婚姻其实你若有破芳，是毋是就会当离婚？其实我感觉，我个人啊，嘛是认为讲。你爱看你的责任啊，毋是讲破房你就会当离婚，啊无，其实就像拄总律师讲的，你哪有完全拢一个人唔对的，你哪有可能完全拢爸爸唔对，介少啦，对，我想法是安尼。咱理性咱客观来看，种哪有可能婚姻啊，敢若一个人唔对，但是在婚姻当中的人吼，一定拢是认为对方唔对啦。哦，真少人咧论过的时阵拢讲。啊对啦，我有淡薄仔唔对啦。是，所以有一个最矛盾的状况，就是讲，咱伫法院啊，吼，过去你一直啊讲对方唔对，吼，伊讲伊唔对上济，吼，伊做10件唔对的代志，但是法官讲，安尼你甲伊讲到遮歹听，啊，你要离婚无？我不爱离婚，因为对方唔对，唔是我唔对，吼，毋过这就是甲咱讲的，到底婚姻是啥物啦？咱若讲婚姻是意爱，是互相信任，是互相扶持，吼，啊，你去法院甲对方骂甲安尼啊？吼，安尼佢要安怎去维持啦？嘿，咱过去就是麻烦，就是安尼嘛无法度离婚。这我要请教就是这李主任吼，咱在这个过去辅导的过程当中，我相信恁
经手的这个家庭也足济吼，真济家庭是如何对着，因为是有的是开些正形式，伫打咧破例的当中，恁来介入来帮衬吼，恁对着这种家庭的建议是啥物？其实阮即个基金会已经提供一个叫做家事商谈服务，已经差不多要20年的时间。是，即个服务甲他拄啊吴老师讲的迄个智商有小可无共，嘿，因为智商伊是主要是看讲即两个人因的关系有法度会当改善，吼，两个会当搁继续吼，为着囡仔搁维持落去。啊，但是阮即个家事商谈的目的，就是讲即两个人已经开始伫讨论要离婚啊。啊，但是像头拄啊，大家讲的，有法度安尼好好啊离婚无？吼，好好啊离婚，莫讲安尼骂来骂去，还是讲去比讲像做了较侪歹代志，安尼其实对囡仔来讲才会较好。好，所以阮即个服务当中，其实就伫遐陪即两个大人，好好来讨论因的关系。头一点是要离无？吼，那正经两个人决定要离，说来，咱就爱讨论讲啊，咱接下来要安怎来照顾咱的囡仔，所以咱阮会就是合作因去规划出因的所谓子女照顾计划。好，这内底就包括讲，咱两个即马要分开大，啊，分开大了，囡仔是谁要照顾？啊，无同齐大的过程当中，什么时间囡仔有法度去接受另外一边？啊，囡仔要安怎维持伊甲两边家庭、两边家族的关系？吼，所以若经过这个服务出来即个离婚的协议的内容，其实拢会去讨论足详细，尤其是关于囡仔的部分。哦，咱也有这种服务。对。啊，有迄种讲的，大家有讲我讲，啊，无咱卖离啊。嘛是会啊，因为像他拄啊吴老师讲的迄款例子，阮嘛是会拄着。啊，但是这个就是考验因两个翁仔某吼。第一部分就是讲，对这个查甫来讲，咱家庭，咱有一个家己的迄个要哪讲范围吼。啊，我甲我原生的家庭嘛，有我原生家庭的范围，但是咱爱慢慢啊建立一个界限嘛。好啊，所以有当时啊，这个查甫伊若知影讲，原来因妈妈虽然真爱伊，但是伊妈妈的做法颠倒害伊婚姻无法度继续落去，伊要转去处理无？嘿，伊若有迄个想法，甲迄个愿意讲，伊要转去处理，这个婚姻是有法度搁行落去的。好，所以确实，阮伫伊个陪因伫讨论讲要离也无爱离的时阵，阮会互因去好好啊想看卖，到底因拄着啥物问题。互因较冷静。嘿，啊，这个问题内底有的是足歹解决的，吼，有的是我已经嘛无想要解决啦，吼。啊，若这个情形，咱就会当来想讲，好啊，咱安怎好好啊离婚？我嘛会甲伊提供较侪迄个离婚的亲子教育，互因知影讲，你月头你若即马准备要甲囡仔讲，阮要离婚，安怎讲对囡仔来讲，因会较安心。好，像我头拄仔讲的，阮迄个调查内底，阮嘛有问讲囡仔，问遐囡仔讲，爸爸妈妈因若做一寡啥物代志，会当互恁对因的离婚还是分居较安心。所以囡仔就讲吼，头一个，因希望爸爸妈妈互因知影，其实恁两个人大人分开了，恁有缘会继续爱阮，安尼因就会较安心。吼，第二点是讲，恁两个大人莫阁冤家啊。吼，啊，第三点，因在意的就是讲，阮兄弟姊妹莫分开，互阮会当继续搁做伙。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伊会当定定甲迄个离开无带做伙的这个爸爸还是妈妈，有法度定定见面，共款有这个父母的陪伴，所以囡仔会感觉讲，恁大人有当时恁分开莫阁冤啊，我日子较好过。吼，啊，但是我在意的就是讲。关心我的这个人，有缘会当伫我的生命过程内底，定定会当出现，会当陪伴我。对囡仔来讲，其实离婚有当时毋是上重要的代志，上重要是爸爸妈妈会当继续互这个囡仔因要互伊的关爱还是资源，这对囡仔来讲较重要。是，我听起来足感动的呢。原来有遮侪人在做好代志。对啊，像吴老师安尼吼。莫互恁有头路通做，较好势。我啦，讲起来就讲。伊嘛讲，因为可能以后要来做一个修法吼，会当来介入这厝里，要安怎用啊嘛，无一定啊吼。我发现哦，讲原来责任毋是干那在婚姻要判离婚。正前吼，大家咧吵讲，什么人的责任较侪？原来是后手的。哎，搁较要紧，爱去学。若讲要分开，咱还佫有责任呢，毋是无责任。真对来讲，我离婚都无代志啊。哪有遐好的代志？你给人家生，你就要给人家养啊，要给人家陪伴啊，对不？这一定爱嘛。所以
再咧讲，安尼咧做时，一个人才有负责任，要安讲台语？负责任啊，负责任啊，对对，一定爱啦。所以前甲后拢爱负责任，唔通讲我要离，我都安尼一直咧要。王老师，咱啊电话也有讲到，讲其他的 case 吼，有迄种离袂开的，后安尼真高正的坏的。你讲互咱听，这种代志要安怎互律师来处理？来，要甲因考试吼，来吼。有一个查甫人吼，伫外口落索吼，不断的安尼外口查某人就一直讨价。啊，因某人去发现才讲啊，无要紧啦，啊，我都会转来，我会转来啊，吼，讲安尼。啊，你去趁钱，你去趁钱，吼，就讲啊，这太太足够趁钱，啊，伊就讲啊，要你去无用就好啊，我袂安怎啊，这太太咧想讲，哇，囡仔遐细汉，我是要安怎想？所以到尾伊想通啊，因为即马现代查某人咧无像阮阿嬷、妈妈迄代安尼啊，哎哟，靠安尼定定老，无法度安尼，袂啦。即马查某人拢，脚骨一徛起来都爱自立自强吼。台语安怎讲？自立自强。哎呦，你搁教你搁样讲。我替你翻译。对，足好诶。伊头前是足生气诶，吼，想讲即查甫人咱赶袂走，气到要死。啊，我安尼足拍拼，哪会安尼吼？到尾吼，伊就拿5年的时间一直趁钱，吼，趁钱哦。伊知影这查甫人要值钱嘛，所以伊就拿5年内底趁的钱，吼，爱去经厝。所以伊个迄查甫人讲，安尼啦，好啦，你一定要我走嘛会用你啦。啊，厝互我，吼，啊钱也互我500万，吼，啊你都看要安怎，无要紧啦，吼，安尼是这个女人呐，讲想起来讲哦，伊就安答应。伊本来是足气足型的，讲我咧趁，我咧流目屎，我咧流汗，啊，你都咧享受，啊，搁走咧拍走，哪有人遐戆的？但是即摆时代查某人无共款哦，伊想通啊，我过去无的，我后来搁趁搁较济，无要互你，但即摆我紧出去，净身出户。净身出户啊！哎呦，你可样讲？有影真的就按你安排呢，怎啊出去，啊，迄个刷去。绝对无搁来往啊！啊，就那囡仔后壁，伊搁弹起来，囡仔搁栽培啊，读啊足好诶就对啦。反正足熬诶，我感觉哦，我看到伊安尼，你那遐熬，那安尼这么有。啊，伊嘛真熬吞润呢。伊讲过去是我毋对，我选毋着老公，但是我留2个囡仔足乖足好诶。吼，迄有一个正地遐啦，伊讲感恩啊，感恩啊，有2个正。吼啊，然后过来伊就好好过日子啊。好法趁钱，迄拢是伊的，拢是因兜的，毋是。迄个佫家己会晓想哦。会啊。如果因若是佫较早前，若有即个判决的时阵，伊可能就伊就无法度讲一定爱互伊啦，无一定的啦。伊就对啊，这郑律师。我感觉是安尼啦，咱过去台湾人有一个观念啦，感觉讲结婚是一世人啊，所以咱顶一辈啊，顶辈就是讲我伫厝等的，对方就要做王宝钏啊，收掉的，这间厝伫咧伊就会转来啦。啊，不过咱实际上看起来，按理就是30年后转来，你嘛无爱伫伊啊啦，佮老佮破病，佮无钱，啊，真多呢，哦，足多的。啊，不过这10年来，我看到是老师头讲啊，女性啊，吼有一个惯性，就是讲，婚姻毋是一世人，咱爱靠家己。吼，靠家己安尼，吼，就是讲，我无像较早共款，甲对方当做我一世人的瓦壳，因为根本就靠不住啦，靠不住啦，吼，人嘛是爱靠家己啦。所以你看咱即届即个判决，大法官就讲啊，2年内底你爱修法，爱注意一件代志，就是讲，若像老师讲的即种状况啊，咱伫分翁仔某的财产的时阵啊，就比例就爱调整啊，过去是爱分一半。毋过即种的状况看起来，对方毋对较济嘛，吼，对方毋对，钱嘛拢是女方趁的嘛。那就即种情况，大法官讲你一定爱修法，爱甲迄比例提悬。伊袂当分50%互伊啦，这可能10%就是嫌伤济。吼，譬如讲是安尼啦，吼，大法官嘛有宣示即个讲，意思就是讲，咱有一个价值，就是讲离婚爱公平的离，公平的离婚。我知影，因都是用自由离婚的方式。2个人去嘿，啊，伊就想要紧切切的，紧唔爱看你，我一世人拢唔爱看你啊啦。我这个观念嘛是好，就是庭顺。那就这个 case 哈，但律师你感觉咧，迄阵是如果若这个 case 内面，这个女方，吼，伊要诉请离婚，其实伊是有机会，通好来判决啊。对，只是伊无去走法院。无。为什么有时阵吼，其实律师毋是介接家属的案件，因为吼家属案件吼，一般来讲。一审差不多要1年到2年啦，
上起码啊有囡仔的吼，2年到3年拢差不多。拖够久。所以有的时阵我会甲同事，还好啦，还好，这工业。所以有时阵我会劝同事讲，你若伊的条件你会当答应，紧办好啊。所以其实像拄仔老师讲的这个，真正甲拍婆啊，那介少有人愿意安尼做的啦。讲厝互你，我钱嘛互你，迄爱家己介有才调，我认为讲我一定趁会到的，安尼我紧互你。所以迄一定是伊2个做伙户政事务所签的离婚，啊无就是调解尔，毋是法院判的。所以这款状况足少的。当若是带这个状况到法院遐，即马判决之前呐，这个大法官的判决之前，可能要离婚嘛会使，只是爱拖介久，因为离婚我一审会当判，会当审1年，1年到2年，2审搁1年，啊3审搁1年，啊若最高法院的法官感觉讲，你调查了唔对哦，囡仔的部分敢若有欠哦，搁甲你发转来，搁1年，啊凊彩一个5年，我即摆在进行的案件啦，3年以上的应该无5件嘛，有10件以上。哇！所以其实这款案件介久啦，真的总水平了解。对啊，所以有的人是感觉讲啊，我叫你警察，我就是配偶人，我就是要抗迄就对了。我要救我的人生，我无要甲你绑做伙啊。对。哦，是安尼，咱这个法院的这个过程，家事法庭安尼遮久，是真斟酌，还是案件太济，还是法官人伤少？应该讲家事案件真正介济啊，因为要冤家的代志伤济啊。对。哦，即咱呢，听人看到新闻报纸顶头咧写，为着这个要移这个起告来离婚，真正有这个案件。啊，为着这要先安怎煮食，你要煮食，我要食咸，来离婚的。所以家事法庭是遮久吼，所以不如来找这儿童法律联名，还是找吴老师吼。我先讲，我今日等于甲阮翁讲，唔爱离婚，足麻烦的。足麻烦的吼。佮离落去，青春拢无了了。是啊，我哋请教着李主任吼，咱头仔讲的吼，儿童的这个福利，而且，但是咱看到这个图表吼。讲这个案例吼，这个案例我有小可改装过啦吼，唔是实际案例，但是精神犹原在。一对结婚吼10年，男方吼去偷食2个，那吼，但是呢，伊指控伊的太太呢对伊厝的人态度无好，那为着金钱吼，甲这个囝儿是些教养的问题来起冤家，所以我才会去找别人。但是伊个诉请离婚了吼，这个。伊佫是公务人员哦，因为这个查甫诶是公务人员，所以伊要分这个财产吼，伊要来诉请这个离婚的时候，伊咱顶头写吼，知悉2年后，就我知影2年了后，或者是离婚5年之内，会当请求分配一半的退休金。吼，这个方面，李主任你来甲咱讲看嘛？这个部分主要是咱2个大人之间的责任啦，所以这照理讲应该是属于夫妻剩余财产分配，嘿。但是自咱按囡仔的角度来看吼，其实对囡仔来讲，爸爸妈妈离婚，有缘嘛是我的爸爸妈妈，所以爸爸妈妈恁2个无爱做翁仔某无要紧吼，但是恁同款爱做我的爸母，所以一个部分是恁2个大人财产的问题，当然咱希望好好啊处理，但是另外有一部分较大是讲对囡仔来讲，恁会当继续甲我车养大汉啦，恁要安怎来车养我大汉？上好的方式是讲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所以其实伫阮服务的个案内底，有当时譬如讲囡仔就是介细汉，即马就无法度随去托婴中心还是虾米货妈妈可能暂时一两年，搁爱全职伫照顾囡仔。这个爸爸伊是经济上有能力的，安尼伊就会当讲安尼，无要紧，我加出一寡钱，互你好好啊照顾囡仔。甚至阮伫讨论的案件内底嘛，常常有。譬如讲，这间厝虽然是咱2个结婚的时阵买，离婚的时阵，咱赶快会当来申请迄个夫妻剩余财产分配，会当分这间厝嘛。但是阮的服务的过程当中，会互迄这2个爸爸妈妈开始了解讲，其实咱若要互囡仔一个好的成长的环境，稳定性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常常阮讨论出来的结果会讲。无你卡这间厝，伫囡仔18岁以前，咱暂时拢互这个囡仔住，
哦，嘿啊，譬如讲，这间厝虽然到时阵要还互爸爸这边，因为可能钱啥拢是阿公阿嬷因遮倒出来，但是这个过程当中，咱互妈妈带这个囡仔住伫遮，甲这个囡仔18岁，吼啊18岁了后。这个妈妈伊家己要安怎过去外口生活，还是讲伊甲这个囡仔要搬去啥物所在，这种专家有智慧哦。其实阮的服务就是希望讲爸爸妈妈会当伫这个过程当中吼，目睭看的，莫是讲你做唔到偌济代志，目睭看的是这个囡仔刷落来需要咱安怎继续甲伊服，伊就栽培。阮希望咱。大人的眼睛的焦点是伫囡仔的需要顶管，所以其实这2-3年政府嘛开始伫推动这个家事商谈啊，阮嘛一直伫立法院这边有伫提倡修法，阮希望讲咱儿少权益保障法22之1条内底会当甲。关于这个家事商谈这件代志，互伊正式入法。这个方式甲咱即马讲的这个法院的裁判离婚无共款，咱是希望。即我想吼，会去找吴老师的，拢一定有相当的即个社会阶层，啊，会来听演讲。哦，咱讲的是中产阶级。那佫较济，伊无迄个时间通来听演讲，甚至嘛唔知影讲爱来找啥物人。对，所以咱希望是讲咱大家县市拢会当有一个所在提供这个服务。啊，好，这民众上无嘛爱找律师嘛。有的律师伊嘛会当提供这个服务无问题。好啊，主要就是讲，咱希望各县市政府要有一个制度，就是互咱的百姓拢知影讲，咱有一个家事商谈这个服务。你若要想要离婚，恁2个人讲袂好势，咱古早话就是找亲戚朋友做公亲，啊，这个方法嘛无好嘛。嘿，啊，所以咱另外佫有一个方式是讲，咱找社工，还是心理师，还是律师来帮咱。协助咱家事商谈调解一下，真正无法度的时阵，还是讲正经代志是较严重，咱才行到法院这条路。好，所以咱希望讲，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。上好是这2位拢赚无这条钱，但是我还是要请教这个大律师吼，我会记这个例吼，就是讲，其实咧对着这个财产分配这个当中，其实咱的法条敢若针对着公务人员或者是特定的人员，会当来靠你的薪水，咱来分你的薪水，其他是无嘛？对，这是这几年较新出来，以前吼，其实这是特别释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咱即马在讲分财产是安怎分，就是伊的法条介歹念啦，伊的意思就是讲。结婚了后，恁2个欠落来，毋是赚的甲欠的无共嘛，一定要开欠落来的钱，较济扣掉较少的。比如来讲，太太，阮太太还莫讲阮啦吼，太太为结婚到要离婚迄个时阵，赚1000万好啊，翁赚500万，因2个中就差500万，所以太太就爱互因翁250万。毋过为虾米有加即个？公务人员，因为公务人员可能离婚的时阵，无权利摕退休金啊，所以咱就讲哦，你这个爱另外个规定，就是这规定是为遮来的啦。哦，若是公务员，咱嘛有劳保年金吗？嘛有老人年金吗？到时阵敢就爱分？目前的法律还未规定噶，毋过所有有的人在讨论讲，为什么你敢若规定遮？是啊，对。这就是其实法律就是你拄着啥？法律一定是比人的生活更较后壁的啦，你一定是拄到问题，一直发生，你才会定这个法律落来啦。是啊，因为每一个人资产就无一定嘛，有当时还佫有保险金嘛，还佫有这个储蓄型的保险吼，而且当时你这边物件足济，这种物件呢，现离婚的同时间还佫无法度分的时阵，是毋是还佫有这个分配能力？郑律师，你的意见？咱法律上是安尼啦，基本上保险金啦，吼，迄是有当去算一个价值，迄是无问题。即摆主要问题是咱头先讲的退休金的问题，即摆敢若公务人员迄边的法律一定有规范到了，吼。所以，互女心底嘛，你提倡即个观念，讲咱离婚的年金，不管倒一个行业，其实拢爱法律拢爱去甲修啦，吼，拢爱去修改安尼啦，吼。所以未来咱翁仔某去分财产，其实是全部的财产，有欠落的全部的财产，吼，结婚了后，拢有算安尼啦，吼，不管是保险啦、你的股票啦、吼、你的厝啦，吼，咱来计算伊的价值安尼。所以，若是公务人员，有可能在这2档来修法的过程当中，
咱妇女新知会去推测讲，你唔那是公务人员，吼，你其他的退休人员也可能会当来分。就是一个公平分配的原则，嘿，就是其他行业嘛是共款嘛，吼，因为咱的退休金拢是离婚的时阵，可能迄个权利还未实现，嘿。吴老师，你讲？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两项重点啦。头一点就咱讲不负责任的即块，敢若拢咧讲查甫人外遇嘛吼。其实即马时代无共款啊啦，查某人嘛会安尼生啦。所以我嘛有迄款案例，就讲查某人伫外口落岁啊，足侪迄款的吼。然后这个要诉请离婚，伊要诉请，伊嘛有困难的。伊人嘛讲你伫厝内底。你虽然无乖，但是你上无伫厝内底，你还阁会请来请去，冲来冲去吼。我哪使来甲你离？我都要甲你累就对啦，要甲侮辱啦，婆家嘛会甲骂安尼是。所以这种也是。我甲你扣掉，互你一个扣起。对，我甲你讲的意思就讲有即个盲点，逐摆拢想查甫人咧外遇，毋是啦，查某人嘛有啦，伊嘛有即款艰苦啦，伊嘛咧拄着讲煞无法度离啦。要刷去，煞无法度刷。有即种咧。有啦，有即款。第二重点就是想要讲的，讲，即马这查某人就是开始会较自立自强啊啦。唔通一直甲查某人想讲你较弱者，所以我要保护你。法律上都在想说你都较弱势，也对啦。可是现在的女生一直都在成长，一直在改变。若要嫁都要看清楚，目睭看清楚。那无惊我后摆唔知安怎，咱就再去讲，我嫁你吼。这个家己要把握那个婚姻的自主权呐，要提好好势啦。不，他这曾律师也讲吼，这个婚姻吼，敢咧经营一间公司，有起有落吼。今年的营业额较歹，吼，咱就爱较咪咪唧唧的，然后这个咱若是佫有讲着讲，我这若歹的股票啦，紧出脱，吼，紧出脱，紧卖，唔通当咩囥甲变壁纸，吼。所以在这个，咱来看讲，这大法官尤其吼，外国是安怎来看这个离婚的法条？咱来看这个图表吼，德国伊讲吼，敢若规定唯一的离婚事由啊，也就是讲婚姻出现着破壳，吼，并且吼设有分居的制度，甲吼较严格的条款，吼，这是德国。瑞士呢是。裁判吼，离婚必须要双方分居已经满2年才会当提起。哦，恁2个人先分居，如果吼另外发生无法度维持婚姻是重大事由啊，对着该事由之发生无过失之一方，许可以2年期限届满进前提起着离婚诉讼。这瑞士不止啊严格吼，但日本呢最高裁判吼在。昭和62年哦，嘛是20几档进程啊啦吼，大法庭啊判决以降吼，密室是采有条件准许着有责任的配偶之离婚之请求。在日本吼，等于20、30年就开始有进步吼。那我袂使讲进步啦吼，就是讲有开始有觉悟讲社会咧变迁。韩国咯较亲像咱，韩国较亲像咱。但是咱对着这个现象来看，即马既然社会有这个决定，有这个大法官有这个决定，2年之内就要来修法吼。律师两位律师，你认为咧，即马这个修法当中，爱安怎来修，较会交转，讲到较会交转，每一种情形都会当来适应。我感觉即届大法官安尼判决了，未来咱的国家的婚姻的法律应该是会宣布。往一个方向叫做破阵的主义，吼，就是讲，这个婚姻哪一定有逼婚啊，吼，哪一定有逼婚啊，就是讲，这婚姻一定进行袂落去啊，吼，就敢若一间厝，一定有逼婚啊，吼，带袂落去啊，吼，不管是啥物原因造成的，吼，不管啥物原因造成的，吼，反正这间厝就无法度去带人啊，吼，你带伫内底嘛做痛苦的安尼，吼，所以这个咱原则上未来是会大概会开放啦，对，必顺主义去处理啦，吼。不过大法官嘛，伊嘛讲嘛，你爱去关心，咱即马是爱去国家重视啥物？重视讲要安怎公平的离婚，吼，要安怎公平的离婚？我是希望大家去看到啥物？我离婚了后要安怎去处理？不管财产，上重要是囡仔要安怎照顾，吼。大家主任有讲嘛，讲囡仔要安怎照顾安尼，吼。咱国家的目睭即马是希望讲来。未来咱的方向应该去重视讲离婚了后要安怎公平，吼，要安怎去处理囡仔的这照顾。所以大法官
有举例啦，吼，伊去讲啊，譬如讲啊，吼，你是毋是爱去咱过去财产是分一半一半嘛？吼，啊，即马咱是毋是爱把啥物人对甲毋对甲落去考虑看卖啊咧？可能就毋是一半一半。袂使假公平。嘿，袂使假公平。嘿，啊，二来就是讲，你是毋是爱有像妇女新地去提倡的迄赡养费制度，吼，赡养费制度，啊，而且囡仔的抚养费是毋是有责任迄方爱立较悬的，吼，立较悬的安尼，吼，伊有互咱几个方向去修法，就是讲希望未来咱的离婚是一个公平的离婚。是，这，但就是你讲看卖你的看法，但以后这修法是毋是会互这个离婚哦，愈来愈看起来，你会当。真容易就提起来，要去诉请，但是你要离嘛真困难。其实不管以前还是今麦还是以后啦，离婚若要离甲离本来就足困难的。为什么？尤其是你有囡仔的，有囡仔你要安怎离甲离，囡仔总是爱看，总是爱饲的。这个部分就是有的，就像咱咧看大法官这个报告书，伊写伫上尾一段，伊用。做伙讲，用做伙提起的意思，伊内底解说了介济，希望地方伊在修法的时阵，爱特别注意的就是财产、囡仔、抚养费，佮有赡养费的部分，伊要求这部分你爱特别去看。有介济人看文章，上尾一个一节伊就无看。啊，毋过其实我本人认为啦，上尾迄段上重要，因为伊有建议立法者要安怎去修。你这个部分，你拢爱看到。所以拢爱写着，所以你毋是讲哦好，我可能你讲的这个状况，我就甲你写起就了，毋是安尼。因为离婚介侪代志要处理的啊，你离婚除了财产爱处理上重要，其实是囡仔爱处理啦。啊，囡仔爱处理啥物？囡仔要安怎看着因爸爸妈妈？囡仔要安怎饲？钱爱出啦。这个部分我感觉是其实后壁在修法的时阵，爱特别去注意的部分。这若就写落去，要看，大家看到这个法条了，才讲免啦，安尼继续会拖着哦。有的人看到讲离婚安尼遮麻烦，可能会拖着哦。惊法院的离婚可能遮麻烦，所以其实即马法律就规定，你若是要离婚，惊法院离婚的，你要先来调解，到法院去调解。就亲像他李主任讲的，就是各管区先来咱遮，无就先找吴老师这种的，先来问的，问到我知影这事太严重啊，哦，而且后手会去牵涉着离苦苦的代志，大家都会较冷静，是不是安尼？其实这是需要的啦，伫足侪国家像英国，还是讲澳洲，还是新加坡，其实因的离婚就是讲，像他拄仔律师讲的破绽主义嘛。即摆恁两个要安怎离婚，要是谁有责任，我无爱管啦。恁要离婚，原则上我会当同意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好，恁爱互法院一份子女照顾计划书。法院要看的是讲，你这个子女照顾计划书内底内容，敢有符合儿少最佳利益？好，你若囡仔你拢有顾好好，恁两个大人要离婚，恁就去离。好，这是这几个国家因的法律规定的方式。好啊，所以像他拄仔陈律师讲，我嘛希望讲，咱即届好经过这个事件案了，咱的立法院伫处理咱的离婚制度的时阵，一定爱甲囡仔这个权利改放入来。好好啊思考，像我头拄仔讲的，要安怎好？不管你是去行法院，还是讲你去登记离婚的囡仔，因的权益拢会当有人来替因看顾。好，我感觉这个部分是上重要。而且因为咱较早这个有责任的离婚的制度内底，足侪囡仔伊是无端端卷入爸爸妈妈两个纠纷。好，有的爸爸妈妈伊无想要离婚，伊就用囡仔来做一寡，譬如讲，就跟囡仔讲，你去甲恁妈妈讲，就是恁妈妈伊无爱咱，吼，所以恁妈妈要离开，吼，还是讲你去甲恁爸爸讲，恁爸爸拢无纳钱，拢无饲恁，吼，我感觉这对囡仔来讲是上大的伤害。好，所以咱若要避免这个伤害，其实就是伫离婚这个制度内底，咱一定要好好啊去。写命令好听听。而且爱甲这个爸母讲，你要离婚，你要面对的代志是啥物？因为我想吴老师嘛足侪经验，有的人伊离婚是想讲，我即马上痛苦，我要解决我即马的问题，对啊。但是我拢会提醒当事人讲，
离婚嘛会制造新的问题，所以你爱想好清楚，离婚你爱面对的代志，尤其像他拄仔讲，你有囡仔，你是无可能离，所以你甲这拢考虑好清楚，你去比较看卖嘛，你即摆现存的问题有法度解决，有一寡资源建议，互你知影要安怎去解决无？啊，若无，咱就甲即个囡仔的部分处理好好势，啊，无你甲咱知影安怎解决了后，咱其实正经会当无一定爱离婚。无一定爱离婚啊！哎，这上后尾爱互吴老师来收尾啊。一个婚姻应该安怎来维持，啊，袂当维持的时候，该安尼想。我跟你讲 ，Ernest 的这个教授有讲一句话啦，伊讲所有的婚姻都敢若 U 字形，你知无？哦 ，U 一结婚落去，就那滑落去啦，哎，滑落坑啊啦，婚姻就就那一直往下降了啦。关系无好势啦，所但呢，就囡仔会出来嘛，啊钱都爱用嘛，啊翁仔某代志，啊婆家啦、娘家啦，哦，恐怖！啊到上后尾一个囡仔读了册出去上班啦，因的婚姻才有法度安尼慢慢啊搁爬开。我即马爬到遮尔啦，我还搁遐悬的路爱行呢。所以这个忧吼，也搁足拍拼，啊，这中我嘛想过足侪摆要离婚。哦，王老师，你今天听到这些话，一声太我啊！